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第9页的中间呢，就是从一和义的地方呢开始做解释。所以再者呢，就是有呢又可以分为一以及义呢，就是一和商义这两种。那其中第一个一呢，它又可以分为虚位的一及地实的一。那这个我们之前呢在解释名相的时候呢就解释过了，就讲到说所谓的虚位和地实呢，还有一种解释是讲到说就是显现呢和存在的方式呢不符顺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虚位；那显现和存在的方式呢是相同的呢，称为地实。那这种承许的方式呢，主要是中观中以及唯识中呢所承许的。那在这里所谓的虚位以及地实呢，就是纯粹呢是指到说像是常法呢，指的就是虚位；那地实呢，指的就是事物的法类。所以我们就讲到说，第11呢，就指到说它又是事物又是一的呢，就是第11。那虚位一呢，就是它又是常法，然后又是一的呢，就是虚位一。那其中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虚位的一呢，又讲到说，例如呢，所知以及共相。那这边呢，讲到说所知以及共相呢，并不是指所有的所知，而是指到说呢，所知它本身，也就是所知的自繁体。所知的自繁体呢，它是常法，然后呢，它也是一。那同样呢，共相呢，它的自繁体呢，就是又是常法又是一。所以讲到说，就是共相呢，它本身呢，就它的自繁体呢，就是一以及常法的交集的缘故呢，所以它是虚位一。那同样呢，所知也是一样，所知的自繁体呢，就又是一，然后又是虚位，又是常法的缘故呢，所以它是虚位的一。那就如同呢，我们在讲述到我们在安利就是名相的事项的时候呢，我们会安利事物，就是事物它本身呢就是名相，所以呢，我们讲说事物它本身是名相，就是事物的自繁体呢是名相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在安利名相的事项的时候呢，会安利事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物呢它都是名相。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安利性相的事项的时候呢，我们会安利说就是有作用者，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作用者是事物的性相嘛，所以在安利性相的事项的时候呢，会安利有作用者，那就是说有作用者呢，它本身就是它的自繁体呢，既是性相，所以呢，在安利性相的事项的时候呢，会安利有作用者，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有作用者呢都是性相，因为有作用者呢，它也有呢是名相的。所以假如说在这边假如说性相的事项安利有作用者的时候呢，是指到说有作用者这个自繁体呢，它本身就是性相，所以会把它安利为是性相的事项。那同样呢，名相的事项呢会安利事物，那是提到说事物呢它的自繁体呢本身呢就是名相。那以这样的理路呢，我们就可以推到说所谓的虚位的一呢是讲到所知以及共相呢，就提到说是所知呢，它的自繁体以及共相的自繁体呢，它是虚位的一之外呢，并不是说凡是所知呢就是虚位的一，也不是说凡是共相呢就是虚位的一，所以这个呢要区分清楚。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第二个呢，就想要说第十的一。那第十的一呢，就举例到说像是事物以及无常。那事物呢以及无常呢，就提到说它的自分体，也就是它本身呢，就是既是第十又是一。那是第十的原因呢，就像前面所讲过的，在这里呢，经部中承许呢第十，还有像是事物，还有无常，还有所作事，还有违法，这些呢，全部呢都是同意的。所以呢，事物和无常呢，它们本身呢，就是又是无常又是一，它是无常和一的交集的缘故呢，所以在举例的时候呢，会放事物以及无常。那同样呢，就想要说，只要非第十之法呢，那它就会是属于常法，也就是虚妄的这些法类。所以在这里安利的时候呢，是提到说事物以及无常，它本身这个自繁体呢，又是第十又是一的缘故呢，所以把它举例的时候，安利是事物以及无常，就是这两个要分开看，就是事物它是第十的一，还有无常呢，它是第十的一。那我们不能够说呢，就是事物它就是第十的一。那就比如说像是
平数二者，平数二者呢是事物，但是呢它并不是第十的一，所以这边讲到呢事物它是第十的一，以及无常呢是第十的一呢，是以它的次繁体来做理解。这边呢就我们稍微讲一下呢，就是我们在解释名相的时候呢，就是最常呢会用到名相、性相以及事相这三种。那在所谓事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常会举例到说，例如什么，例如什么，那这个呢就有点像是在安利它的事项。那这边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A 的事项是什么呢？我们会提到说B 呢是 A 的事项的时候，如果说安利 B 是 A 的事项的时候呢，是指到说 B 呢它一定要是 A。但是呢，并不表示说是 B 的话呢，一定要是 A，就是这个呢是要区分清楚的。就是在讲是，就比如说我们安利 A 的事项的时候呢，比如说请举例 A 的事项，那么就说B 呢它是 A 的事项。那讲到说 B 它是 A 的事项的时候呢，就表示说 B 一定要是 A，但是不表示呢是 B 的话一定要是 A，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区分清楚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明确一点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那可以举例，就是说，那常法的事项为何？那我们就要说，所知呢是常法的事项，所以我们了解到所知它本身呢是常法的事项，但是呢是所知的话呢，它不一定要是常法，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要区别的地方，就是凡是它的事项的话呢，就是它本身一定要是这个东西，就是。B 它是 A 的事项的话呢，那 B 它一定要是 A，所以我们讲说所知呢是常的事项，但是所以所知呢它一定呢是常法，但是所知的话呢，它不一定要是常法。那这个呢是事项的部分，但是对于性相和名相的话呢，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讲到说，如果说 A 是 B 的名相的话呢，那是 A 的话，它一定要是 B。那同样的，我们要说，如果 B 是 A 的性相的话呢，那同样的呢是 B 的话，它也一定要是 A。就比方说性相跟名相，他们彼此之间呢，是 A 的话，它一定要是 B；是 B 的话呢，它一定要是 A。就是他们两者呢是完全周遍的。是 A 就一定要是 B，是 B 呢就一定要是 A，这个呢是名相和事项之间的关系。但是事项的话呢就不需要了。我们在讲说一法的事项的时候，就是这本身呢是这一法之外呢，它的话呢不一定要是这一法，就像刚所讲的，所知呢是常的事项，但是呢是所知的话呢不一定要是常。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同样第二个呢，就是义，也就是相异呢，它同样呢也可以分为就是虚位的相异以及第十的相异。那这边呢，同样讲到说虚位呢，指的呢就是指常法，所以讲到说它是常法又是相异的呢，就是虚位的相异。那同样的呢，在讲到第十的时候呢，它既是第十又是相异的话呢，就是第十的相异。那这边的我们一般在讲述到第十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不是以进步中的见解来说的话，像是以双关中来说的话呢，我们之前在讲述到就讲说到是第十，还有空性、法性，然后呢真如这些呢，它都是同义的。那不过呢，在这里所指的第十呢，就是纯粹呢，就是指事物以及无常的法类。所以想要说第十的义呢，就是纯粹指说它是无常又是相异的呢，那就是第十的相异。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安利事项的时候呢，那同样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就是虚位的义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例如平的繁体与竖的繁体二者。那这边呢所讲的呢，就是跟上面呢，就是因为在藏文里面，就是我们在安利例子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1至2这个地方，就是第11的时候是指事物，那中文是直接用顿号，然后无常，但是在藏文里面它是写事物和无常，所以刚刚人是在解释的时候才特别讲述到说，事物我们要把这事物和无常呢要把它分开来看，就是事物呢它是第11，那无常呢也是第11，不过在我们这边翻译的版本，它直接用顿号呢带过去。那在这里呢，就是因为
中间都有一个汉的意思，是事物和无常。那同样这边讲到说平的繁体和住的繁体二者，那所以这个二者呢就变得很重要，就表示说我们现在在举例的时候呢，和上面事物和无常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事物和无常呢是把事物和无常两者呢就是单独拿出来看，就是事物呢它本身是第十的一，无常呢它也是第十的一，但是这边呢加上二者的时候，就表示说中间有个汉字嘛，就是平的繁体和住的繁体，这两者呢是虚位的一的这个举例是它的事例，所以从这边看，因为平的繁体呢它是常，住的繁体也是常，所以平的繁体与住的繁体呢，它们两个呢也是常，然后两者又是相异的缘故呢，所以住的繁体与平的繁体二者呢就是虚位的义。那平的繁体与住的繁体呢，就是我们前面呢在解释名相的时候呢，也有讲到说，就是平的繁体呢，它和平呢是一，和平值是一呢，就表示说它无论是说它的能全身，或者说呢它的意思呢和平值呢是完全一样的呢，那这个才能够称之为和平是一。所以呢，平的繁体还有呢与平值是一，还有呢平值的字繁体呢，这三者呢是同义的。那我们在讲述到就是繁体的时候呢，除了会讲到说就是平值的繁体、平值的字繁体，然后也会讲到说平值的基繁体。那前面就讲到说平值的繁体还有平值的字繁体呢，都是指和平值是一的，所以它们的意思呢是一样的。那平值的基繁体呢，指的呢就是平值的事项。第二个呢，就讲到说第十的义呢，就例如说平与住二者，所以既然说加上二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把平和住呢分开来看，因为平和住呢，它本身呢是第十，因为它是无常的法类嘛，但是呢平字呢它并不是义，它并不是相异的，它是一，数字呢也不是相异的，所以当我们说平与住二者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呢就是相异的，所以平与住二者呢，它们本身呢又是第十，因为它们本身又是事物，然后呢又是相异的缘故，所以平与住二者呢就是第十的义。那在这里呢，就解释到说，就是因此呢，就是过去与未来二者呢是常，而现在与事物呢则是同义。那这边所指的呢，也同样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边完全呢就是以它的字繁体呢，就是以它本身呢来做理解，就是过去还有未来呢是常。为什么过去是常呢？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过去的时候呢，指的说是以遮止。已遮止的东西呢，它自然已遮止，其实它已经断除，它的续流已经断除了。那既然呢，它已经遮止，它的续流已经断除，它就无法再生长。那我们知道说事物呢，它是能生，那你已经遮止，无法再生长，它自然而然呢，它就是常法。那同样呢，在讲到未来的时候呢，未来呢，它是未生，尚未再产生，尚未出生。那我们在讲到说，只要是事物的话呢，它一定是由因缘而生。由因缘而生，或者说以生的缘故呢，才能够称之为是事物。那未来呢，它尚未出生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常。而现在呢，与事物呢是同义呢，指的是说现在呢，它本身呢就是正在生，正在发生，所以呢，现在与事物呢二者是同义。那这个呢是指到说，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之前在解释名相的时候讲到说，过去和未来呢，就是有一种就是安立一法的过去以及一法的未来，所以我们以平值来说，平值的过去和平值的未来呢，我们不能把它称作为是常法，所以这里讲说过去与未来二者是常呢，只是说过去呢，过去的字繁体就是过去本身是常，未来本身也是常，但是如果你说平时的过去或是平时的未来呢，就没有办法把它安立为常法。那同样呢，我们之前有讲到呢，就是过去和未来呢是不存在的，现在呢一定是只要是存在的呢，一定是现在。那这个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讲到说经部中它又分为就是随经教型以及随理型。那随经教型的经部中呢，会承学到说，就是现在呢，就是只要是只要是所知的话呢，一定是现在，过去以及未来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呢，可能在承学到说过去未来不存在，只要是所知一定是现在的呢，这个是属于
随经教型的经部中的程序方式。那这个就是之前呢，就是有请示仁波切，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一切有部不共的主张呢，像是苦地、极地、有漏三者呢是同意。那像上部中呢，不承许说像是有漏跟苦地呢是同意，那也不承许有漏和极地呢是同意。那上部中承许呢有漏的运体呢是有漏，但不一定呢是极地，因为呢是极地呢就一定要是了知的这个体性，那这是上部中所承许的。那为什么一切有部呢它会承许到说像是苦地、极地以及有漏三者呢是同意？这时候理由是什么呢？那人们就回答到说呢，就是不只是一切有部，其实经部中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它是承许到苦地还有有漏还有极地呢三者是同意的。为什么呢？那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据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因为世亲菩萨在俱舍论里面呢，他在安立科判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科判就直接安立到说，就是和有漏呢是同义的这些名词呢有哪一些？那里面就讲到说像是有漏的运体，然后苦地、极地以及像是世间，总之呢就是安立了7个或是8个呢和有漏是同意的，所以最主要是依据着俱舍论的这个科判呢，所以安立到了说有漏的运体，还有漏以及苦地、极地呢这些呢它是同义的这个名相，就他们的意思呢是相同的这个名相，所以才会讲到说呢这几个的名相呢是。这几个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意的。那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据着俱舍论的科判呢，然后来做程序。那这个不只是一切有部，那经部中呢也是同样做不是的程序。那至于说为什么上部中呢，在讲到说就是有漏还有苦地呢，就是不一定是同意，或者说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有漏呢，它到底是苦地呢，或者说是苦地呢，非有漏，就是如何去安定？那这个呢，就最主要的争议呢，是来自于就是在县官里面。那我们知道说，在县官呢，最主要的理路呢，是依靠秩序派的这个理路。那所以秩序派它在安利有漏还有无漏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安利方式。那应成呢，在安利有漏和无漏呢，又有不同的安利方式。那乃至于说，在秩序派里面呢，它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讲学县官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它对于有漏呢，就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就是在县官里面呢，我们在讲到有漏的时候呢，会提到说，哦，有漏呢就是苦地。那这个呢是在第一品的时候。会讲到说有漏就是苦地，为什么会讲有漏就是苦地呢？那最主要呢就是释法印里面的呢，就是提到说有漏皆苦，所以有漏皆苦呢，提到说有漏呢皆是苦地，所以以释法地呢作为依据，所以承许到只要是有漏的话呢，它就是苦，它就是苦地。那在第二品的时候呢，他在解释到就是有漏的时候呢，它又是不同的解释方式。那这个时候呢，他在解释漏的时候呢，不，在第二品在解释有漏跟无漏的时候呢，是讲述到说就是掺杂着生共相以及异共相的呢，叫做有漏。那不掺杂生共相和异共相的呢，就是无漏。那在第二品程序有漏跟无漏的方式呢，又是不同的一个理路呢去做理解，因为他所讲的呢，就是掺杂着生共相、异共相的呢，叫做有漏；不掺杂生共相、异共相的这个了知呢，叫做无漏。那这个呢是第二品的程序方式。那在县官里面呢，就是在后面其他品的时候呢，又讲到说漏呢指的是烦恼，所以只要是具备烦恼的呢，叫做有漏。那不具备烦恼的呢，就是无漏。所以有漏无漏呢，在县官里面，它本身在不同的内容的时候呢，在做解释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那同样呢，就是在第一品的时候呢，它在某一个段落呢，某个内容里面呢，又讲到说，就是凡是能够对治有漏的呢，它叫做无漏。那漏指的是什么呢？漏呢指的是我见，所以呢，能够对治我见的呢，叫做无漏。那没有办法对治我见的呢，叫做有漏。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县官里面，它光有漏和无漏呢，就是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解释。那这些比较深入的内容呢，等到我们学到县官的时候呢，就可以继续的做研讨。
比如说我们再加上有漏道或是无漏道的时候呢，那在讲有漏道和无漏道呢，那有漏道呢指的是凡夫道，那无漏道呢指的是圣道，所以就是有漏和无漏呢，它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解释。人们切这边就还有今天问到说呢，就是有一法呢，它既不是名相，也不是性相，但是它有事相嘛。那人们切讲说呢，就是我们提到说一法呢，它既不是名相，也不是性相，但它是否会有事相呢？那人们切说这个是有的，而且其实还蛮多的。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像是以电脑来说好了，就是我们无法说电脑呢它是名相或者是事相。但是呢，电脑的事项我们可以安利很多电脑的事项。那或者说我们以经论里面来说的话呢，像是事物和无常。那事物和无常呢，这两者事物和无常二者呢，它不是名相也不是事项。但是事物和无常二者呢，它有没有事项呢？有的，就像是瓶子嘛。瓶子呢，它是事物也是无常，它是事物和无常二者的这个事项，所以其实是可以安利很多。它本身并非名相，也非性相，但是呢，它是有事项的呢，这是可以安利很多的。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一法呢，它是性相的话呢，那它是否呢，就是一定会有事项？那人其在回答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辩论里面讲的时候呢，只要说它如果是性相的话呢，它就一定呢要有事项。那虽然说是这样子讲呢，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辩论。大家先说为什么是性相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有事项呢？因为我们在讲说你如果是性相的话呢，就是要其背就是实有三法才叫做性相嘛。那在实有三法里面有一个呢，就讲说它是要在性相之上呢去成立。那在事项之上是成立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一定呢要有所谓的事项，那你才有办法在事项之上去成立。那虽然说是这样子去讲，但是在辩论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辩论的。就比如说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声音，声音的性相是什么呢？声音的性相呢是所闻。那所闻，那我们在安利所闻的事项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难去安利什么叫做所闻的，因为如果说你安利东边的所闻的时候呢，那你在安利东边所闻的时候，你同样你就已经证得了所闻，因为为什么要安利事项呢？就是我们在安利性相、名相和事项，就表示说我们要证得事项是最容易的。透有了解了事项之后呢，然后进一步呢去了解名相跟性相呢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一般如果说东边的所闻，你证得东边所闻的时候呢，你已经证得了所闻。然后同样呢，如果说东边声音的话呢，那更是不行，因为你已经证得声音了。就比方说这个证得的次第呢是同时证得，他没有办法说你先证得了所闻，然后才去证得声音。所以我们会讲到说，金瓶它并不是瓶子的事项，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证得金色的瓶子的时候，你已经证得了瓶子，所以无法安立为事项。所以证得事项以及在证得名相或是性相的呢，事项是最容易证得。证得了事项之后，才会证得就是名相以及性相。所以虽然说一般我们在辩论的时候会讲说，只要是性相的话，它就一定会有事项。但是就像刚刚所讲述的，我们在讲到说，那比如说所闻，因为声音的性相呢就是所闻，那所闻的事项如何去安立的时候呢，又变得很困难，所以这个呢是可以去做探讨的。所以呢，我们会讲到呢，就是刹那性呢，它并不是呃无常呢，并不是刹那性的这个事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证得无常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证得刹那性。所以所谓的事项呢，它一定是在三者里面最容易证得的。所以我们在安利刹那性的事项的时候呢，不会安利无常，因为我们证得无常的时候呢，一定是已经证得了刹那性，才有办法证得无常。所以在安利刹那性的事项的时候呢，不会安利无常。那同样呢，我们在适量论或在讲述的时候呢，也会讲到说，声是无常呢，并不是无常的事项。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证得声音是无常的时候，你已经证得了无常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安立为无常的事项。因为你只要是无常的事项的话呢，你要比无常容易证得，而且你在未证得无常之前呢，你要先证得无常的事项。所以你在证得声音是无常的时候，你本身就已经证得无常了。所以声音是无常呢，它也没有办法安立为是无常的事项。
那这里呢，就是呢，讲到什么些，就是讲到过去或者说是未来呢，二者是长。那这个过去或者是未来，它指的是时间嘛。然后人们先说，没有错，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过去未来的时候呢，是指时间。虽然说指的是时间，但是为什么会把它安立为是长法呢？所以指的呢，就想说我们以未来来说的话呢，未来呢，虽然说它是一般是指我们讲一般未来是指的是时间嘛，但是这里的未来指的是说尚未出生。既然是尚未出生的时候，尚未出生，然后你要承许它是存在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到说只要是无常，它就一定呢就是能生，但是这个时候它是未生，未生的缘故，那它又是存在的时候呢，就只能够把它安立为是常法，所以是以这个概念呢去讲到说过去以及未来呢是常。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就是大圣中医师是否承许所知上是苦地呢？那人们这回答呢，就是所知上呢并不是苦地。那最好的例子呢，就比如说在净土的这些凡夫，因为在净土的这些凡夫呢，他心绪呢是有所知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成佛，但是呢他没有苦地，因为净土的净呢是意思就是去除苦地的意思，所以最好的例子就讲说，在净土的凡夫呢，他本身他的心绪里面呢是有所知上，但是呢是没有苦地的，所以所知上呢并不是苦地。